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新的市府团队都要上任，那么呢，到底伫新的一档呢，又搁要为咱的市民朋友带来什么款新的目标？也搁有新的春节假期将要来到，咱的新的市府团队又搁规划了什么款的计划，要互咱的市民朋友会当度过一个安全、交通会顺、趣味快乐呢？这个新年，咱今日特别邀请的四位贵宾，到咱节目当中要甲大家做伙来做一个分享。今麦就为大家好好来介绍这四位贵宾。首先，咱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叶志山局长，欢迎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为大家邀请的是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李正晓副局长，欢迎您。各位台南市民，大家好，平安快乐，大赚钱。好，非常欢迎。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的熊万怡副局长，欢迎。各位市民，大家好。好，咱再一位邀请的是咱台南市观光协会理事长姚玉峰姚理事长。各位乡亲，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四位来宾。和咱伫个新的一档吼，咱的新市府团队吼都要上任。那么黄伟哲市长到底呢，对于我们这些局势呢，有什么样新的目标跟任务有来做过交代的？希望说未来怎么好好的来带领我们台南市更加有发展。那我们咱首先就来签告的文化局长。是黄市长就任了，对文化建设的工作非常的重视，因为咱台南市是文化首都啦吼，所以这文化建设其实过去黄市长关心非常的多，所以伊就任了吼，第一件工作伊就是针对咱这文化建设要求讲过去已经在做的今年要完成的，要能够如职如期的来完成就对了吼，所以才简单介绍几个重要文化建设。譬如讲咱的美术馆，台南美术馆，咱台南美术馆的二馆吼，目前以咱这个1月27号要来正式试营运，所以外观吼，真足侪民众拄遐过，拢反映讲哇，这个是一个非常水的这个美术馆，所以我相信试营运了后，民众拢会当入去参观，会当看到一个21世纪上新上有前瞻性的一个新的美术馆安尼吼。另外就是讲咱有一个台湾船，咱伫安平遐有一个新的这个台湾船园区，嘛2月28号要正式来开园。这架船是完全由这个古早时阵的这个图来复刻出来的一个台湾船，所以未来会当互民众去到咱的这个船顶去来观赏，嘛会当伫船顶看到咱的安平港，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非常特殊的一个台湾船的一个园区就对啦吼。另外要大家补充介绍的是讲，咱伫山上区有一个国定古迹，非常大。咱净水池顶面遐已经是开放这是咱的这个水源地的古迹，嘛今年会来修复完成好，所以咱大概是咱6月要来开始试营运，暑假会当来正式来开幕，会当讲是一个非常水的一个所在，兼具了古迹、生态、文化教育，包括环境教育等等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园区。另外是咱的左顶有一个化石园区，这嘛是过去咱赖院长非常重视，咱黄市长也非常支持的一个重大的建设。咱嘛是3月份就要来试营运，4月会当来正式开幕，所以这是对咱山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文化建设。另外就是讲，以咱的安南区有一个台江文化中心，这嘛是台湾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中心，是一个由下而上催生的一个公民的一个文化中心。目前今年已经开始试营运，咱伫4月13号要正式来做开幕哦。所以这嘛是安南区这市民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文化中心。另外就是讲咱伫这个3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活动，就是咱的渔光岛艺术节。咱2年前有开办第1届，这是第2次的办理。渔光岛我拢讲这是台湾离本岛最近的一个岛屿对，会当讲是非常水对啦吼。所以咱邀请足侪艺术家会去遐策展，所以这个部分拢会当互民众
会当去参观，会当去了解到这个渔光岛的生态，从这个艺术结合做伙，带来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享受啦吼。所以这嘛是讲今仔日透过咱的节目，特别要咱的民众来介绍。啊，总是咱的黄市长对这文化建设拢非常非常的重视。啊，我相信今年是文化建设一个丰收年，然后所以陆续介绍了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来了解、来欣赏。哇，刚才文化局长感恩介绍这其实是从之前这个赖清德市长到李孟燕市长，一直到现在黄伟哲市长哇，已经变成一个丰收。就是今年呢，我们很多市民朋友都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文化建设的成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访问我们的警察局的副局长来。咱台南市的治安一向拢非常的平稳。那一向你这个民意调查的治安满意度调查，拢是6都第1名。对。所以你咱黄市长上任了后，希望讲咱的治安会当更加进阶。所以我们黄市长我们规划的，我们再来的未来的警政是规划为行动的警政策略。希望讲用行动的警政策略来维护我们大台南市的治安。所以我们定了五大目标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能够建构安居乐业的友善环境希望讲对这查缉毒品诈欺能够把这个毒品赶出这个社区希望断绝这些诈欺的犯罪然后让我们台南市的治安做得更好。那第二个是我们要投资有利的我们要这个营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市长非常重视这个商家的这个投资环境，所以希望这个不要外力的影响到这个厂商的这个投资，不要保障厂商的安全，不要受到威胁，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是黄市长上任以后最主要的特别要我们加强这一方面的。另外第三个是我们台南市的因为庙宇非常的多，经常有一些庙会的活动。那庙会活动经常有一些帮派黑道假借神明之名然后做一些滋事的一个闹事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会结合社政、民政单位、交通单位妥善的规划不要让这些庙会产生负面的一个影响社会的一个观感。第四个我们希望能够落实保护妇幼少年的安全，架构妇幼安全走廊，不要让毒品污染我们的校园，这个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警政的一个策略。最后黄市长也特别注重我们的交通安全跟行车的一个秩序。那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几年要对于台南市的交通应该要针对交通的安全、交通的规划，还有因为交通事故处理产生交通的一个阻塞的问题，我们要成立快畅部队就是说迅速的到达，排除阻塞，让交通更顺畅。那以上就是我们未来的警政的行动策略，有这5大的目标。对，那我们也希望说这5大目标能够确定可以落实它。好，那其实上个礼拜那个黄市长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他有谈到说他今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交通的部分做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请我们交通局副局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台南市过去这8年在我们的一个交通基础建设，其实有很大的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那黄市长特别针对交通的部分，除了刚刚我们副局长警察局副局长所提到的安全、便捷之外，那我们大概有4项的一个目标那第一个就是配合我们中央的一个前瞻基础建设那我们大概有3个部分了。第一个是铁路立体化，那我们铁路立体化台南计划目前已经在进行了那除了现在的台南段8.23公里之外那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延伸到善化把我们铁路造成我们永康新市到善化这边一个阻隔的地区可以都市缝合让我们的整个都市发展可以更好
那另外我们的西北地区，我们的新营我们新营柳营地区其实也长期受我们的铁路的影响分隔为两地那也很多平交道造成我们的交通不便，所以我们这两个除了我们的台南计划之外我们的北延立体北延道善化，还有我们新营柳营的立体化，我们正在跟中央来争取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先进运输系统那我们先进运输系统我们台南现在是6都唯一还没有捷运的都市但是我们也努力争取中央的一个建设所以在这一次的前瞻基础建设里面，我们也已经把我们蓝线一起跟绿线我们已经有纳入了那第三个是我们市区停车场比较不足因为我们台南是个古都所以停车场的面积比较不足，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利用一些公有的土地来盖一个立体的停车场，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也争取前瞻基础建设有4处未来会增加大概1300多个一个停车位。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转运站开发那我们过去几年我们完成了9处的一个转运站也有5处的台铁的优化转乘那我们今年在黄市长的一个督促之下我们新营还有我们的台南转运站这2个一个在西北，一个在西南这2个很大的转运站今年都可以完成那另外我们有几个持续的转运站的一个招商我们是希望借重外部的一个资源来进行一个开发。那另外一个就是市长非常重视的我们的公车系统的一个优化那毕竟我们6大干线102条的一个支线其实还是有一些不足的部分那市长希望说我们可以继续有公车，那我们也希望说里能有一些大众的服务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市区的公车的一个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干支线我们是不是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直接的比如说我们从麻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到我们台南一个直接的一个公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智慧交通那因为我们车子越来越多，但是我们马路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所以怎么利用我们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交通来改善？所以我们第一个智慧行车的部分那我们针对我们的新营地区的新营交流道，还有我们南科，还有我们府城地区包括大湾，还有我们的永康、仁德交流道这些地方，我们去做一个智慧化的一个控管那让我们的行车更顺畅。那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慧停车那我们是希望说让民众很容易用我们的 APP 可以找到有一些停车位就不需要到处乱找增加了我们的一个停车交通流量那第三个是我们的 T-Bike 我们 T-Bike 到目前为止过年前可以再增加7个站，所以总共有62个站那这个我们的 T-Bike 跟一般的北部的 U-Bike 不一样，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再升级增加我们的利用我们的大数据，或者是说利用我们的物联网提供我们民众更便捷的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工具。好，谢谢副局长。好，那针对说我们新的这个市府团队上任了后可能咱民间嘛对着伊有做者看法跟期待，那请由理事长来说明。各位乡亲咱台啊，这个台南市伫这届的这个旅游过年啦推出遮侪的这个活动啦，嘛用足大的这个精神啦伫基本上话就伫这几档来，其实每一档内面啦咱这个民间的台南市观光协会，都有甲这个文化局来做合作，嘛有推出种种的这个旅游，尤其一定推出17档的这个府城观光号召内面的话者，包括文化局的配合，包括交通局的配合，种种都有上简单的讲法就是讲，你如果也唔知台南市要哪来佚佗的前你就摕这本观光号召来看观光号召佚佗，就当佚佗足济上基本的，你如果也准做讲要坐双层巴士啦、公车啦，你也摕这本是拍5折内面嘛有迄个免费的小吃，嘛有高级的门票。搁再来有其他足济的这个优惠，伫咱做一个案例啦你像最近完成的4000级的饭店，迄个富信大饭店，你也摕这本的话者
平常时只有补500块，你就当大，吼，迄4千级的。啊，这是为着要推动咱台南市的观光。其实，伫即个早期开始，咱叶泽山局长做局长的时候，伊就足全力来推这个文化观光，特别来赞助咱即个观光护照的即个门票的即个使用。吼，这毋是一般有法度做遮大的心，吼。啊，再来，咱交通局长伫即个交通局的话者，配合着即个双层巴士，我甲都有讲的双层巴士啊，甲公车，即伫咱全台湾。啥物人会当用坐公车、坐专程巴士的，会当拍5折？这唯一的就是咱观光护照、府城观护照。啊，府城观护照伫这几档内，包括热市长开始，一直到黄市长，大家都是非常来推动台南市的这个文化观光。会使讲全台湾省，只是讲这个行销方面，可能阮这个观光协会爱较认真的，吼，啊，较拍拼。吼，其实伫这全国内面的行销来讲的话啊，伫这文化观光，阮会当讲24小时拢伫咧做行销，绝对是全国做了上好的。啊，当然上界大的感谢就是咱即个文化局、观光局、交通局全力的配合，今仔日有法度，互咱这本旅游的手册《府城观光护照》伫遮生存17档，17档哦。啊，真的饲一个囝吼，嘛一定做大人啊。对，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好好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观光护照到底它好处在哪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警察局的副局长哈。一般咱那种公进检弄公春安嘛，后来哈就是前年改成这个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哈。那我们知道今年是从1月28日开始展开，那这个就是春安工作它的重点到底有哪些？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副局长跟大家做个说明？每一档的过年除夕的前一礼拜，甲这个除夕的后一礼拜，我们警察单位都对于治安的工作都会做一些加强的措施。那今年也不例外，我们今年就是也是针对今年的春节规划的一个3大的主轴第一个部分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台南市的治安平稳，希望我们的辖区的治安在过年这段期间。都没有什么案件发生，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过年。第二个当然是希望交通的顺畅希望这个大家旅游啦，大家出门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希望过个好年。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除了这2个主要的工作以外我们也做一些额外的贴心服务希望说如果说举家外出的，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在家里你有申请的话，我们就会加强巡逻，甚至于这个现金代保管你如果说因为春节金融机构它没有营业所以你这个现金太多商家的现金太多可以寄放在我们这个警察分驻派出所等单位，几乎每一年都有每一年都有所以我们也做了这些服务。无非就是说在春节这段期间希望我们台湾市民都能过个好年。那一般我们在这个春安期间比较容易发生的，像您统计起来大概拢有什么款的事件较多？那以去年来讲虽然我们这样的，我们当然是以这个为目标当然还是有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毕竟也有一些意外的事故了所以我们去年就光那个春节的期间就发生大大小小的案件有1144件。那这案件当中事实上是以公共危险，也就是酒驾的案件居多。这个比较多所以这个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虽然年节的气氛很好大家难得家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小酌或者是说这个小酌以后开车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甚至于因为酒测值太高就会触犯到公共危险罪。那有时候我们民众这边特别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民众以为说睡一觉起来了可能酒精的这个浓度已经这个退了，但是。依照我们的经验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可能你因为宿醉隔天开车，但是酒测值还是过高的，我们就曾经处理这个早上8点发生交通事故，结果酒测值还是高达0.25，超过我们取缔的
甚至于超过车祸应该要在0.18以下的，那还是要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那这个我们听讲说，他是前一天晚上吃姜母鸭吃姜母鸭所造成的。哇！所以我们还是呼吁说这段期间这个有开车的话，希望能够避免喝酒。哇，那吃姜母鸭其实这个很多有些酒精它没有挥发的时候，真的喝那个汤下去，等于跟喝酒差不多对不对？好，那针对这个村安工作的话，我们其实有展现蛮好的成效，对不对？是不是副局长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对，事实上，这个除了刚刚讲发生的那案件，我们都有，比如说发生酒驾案件，我们当然是依法侦办，然后有发生案件，我们都依法侦办，然后这个侦查，然后移送以外，事实上我们在这段期间，我刚刚讲的，我们有做了很多贴心的服务。第一个就是我们协助复钞，我们去年就是协助民众复钞有1772次，金额高达78亿6千万元，也就是说，银行可能发年终奖金要这个发薪水啦，因为金额太多需要我们警方来服务我们就申请我们去复钞这个在这一段期间可能几十亿金额。另外就是我讲的现金代保管就各行各业你这段期间没有这个金融机构没有开业，然后我们也在派出所这个提供这个民众来把你这个金钱放在我们的派出所。那这个派出所是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枪柜。各位知道，枪是我们警察的第二生命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民众的钱当作生命来看管，所以大家这个应该放心放心来这个让我们来保管。到时候我们推封条。你来领的话，再推封条还给你。那去年有241人次来寄放，金额有1亿2千多万元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便民服务大家能够多多利用。另外，我们当然是举家外出的安全维护就是说各位如果说出外旅游、出国旅行可能要很多天，那这段期间。可能因为附近没有这个，怕说有宵小进来，那你申请的话，我们会加设巡逻箱，那这个每一天都会固定的来巡逻，加强住家的安全维护。我想这个除了一般的刑案侦办以外这是我们另外加值的服务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便民好，那民众如果有需要，可以多加的利用。另外呢，咱民众非常关心的，就是讲，春节期间若是要出门，一定是遇到交通的问题嘛所以交通局这方面呢，有没有针对就是我们今年的我们春节呢，民众出游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那春节出门最怕塞车啦，对，所以我们市政府各相关单位，包括警察局、交通局，还有各个单位大概拟定了一个春节疏运的一个计划是。那大概会针对2大活动，还有我们9大景点那2大活动就是我们的月经港灯节跟饮水风炮。那9大景点就是安平港、安平、赤坎楼、孔庙等等有9大那这些9大的一些相关资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讯息都可以拿得到那所以我们就以交通疏导、停车规划，还有我们公共运输我们希望说给民众一个春节一个好行不用再塞车，来到影响我们的游行对，是。那首先就是今年会比较有更多的一个选择那首先就是说我们刚刚大概有说明过了我们 T-Bike 我们今年在春节前我们会大概再增加7站是。那这62站我们春节不打烊我们希望说民众可以多多利用那前30分钟还是免费那可以运动，然后又可以健身，又可以到处去玩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府城观光巴士还有我们的双层巴士。那刚刚我们观光协会理事长大概也有说明，我们这个部分跟他们的整个的旅游的手册去做结合那我们府城观光巴士那最主要的就是在我们中西区一些重要的古迹景点，我们做一个循环。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春节期间都免费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双层巴士哈，那我们双层巴士是提供我们外地民众对府城的不同的视角来看欣赏一下我们的府城。那我们原本的票价是500元哈，那我们的优惠是300元。那如果是又用我们的护照更便宜，更打5折。便宜了。对，所以这个民众可以好好的利用哈。那第三个就是除了我们刚刚的2个府城观光巡回巴士还有双层巴士哈，那我们的8899的台湾好行也是继续服务哈。那我们的公车这段期间，除了我们的除夕因为我们驾驶朋友也要回去过年，所以大概到7点的时候收班。那其他的我们一般我们都照我们的假日的班表来运行。那有关于连接我们的一些高铁站，台南高铁站或嘉义高铁站的民众，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比照我们的那个高铁的一个班次我们会延时到我们配合我们的高铁的一个班次。那相关的一个查询各位可以上我们的大台南公车动态资讯网站，还有大台南公车的 APP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对，所以现在其实那个都蛮准的是，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好，另外呢，我们台南市政府在新春期间呢，到底有办了哪些展演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好玩的，是不是也请文化局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的。大家过年也唔知要去对佚佗，来台南就对啊吼。不过咱尤理事长已经有报告过啊，哇，因已经规划了这个府城的观光护照，内底有够多吃喝玩乐住，拢甲你规划好势啊。包括拄交通局的副局长嘛有讲过，哇，有阮的高级区遮拢有足侪大众运输工具，非常的便利，甚至不用钱，所以。过年要来新村，第一件就是来古迹新村。台南市是台湾重要古迹上济一个所在，密度也是最高的所以有遮大众运输工具的倒三工，大家拢免惊讲踏车等等安尼搭我们的这些大众运输工具来古迹走走，新村就对。所以阮的古迹区，不管是赤坎楼、义在金城、安平古堡，还是讲安平书、延平郡王祠等等，这古迹。大年初1就开始营运所以大家放心，有的所在大年初1可能无开，但是阮的古迹区拢有开，包括阮有委托做些优良的民间厂商经营的这些空间嘛拢有开放所以大家会当来阮的古迹区来行村，感受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气氛了对另外是讲。看到上面2只那个是什么？好特别！这奶油师、小石狮都会到我们的古迹当做一日的导览员了，对了这么好所以古迹这个以新年期间嘛，拢有专业导览解说人员会当帮大家做导览解说安尼了，对所以古迹新村应该是大家第一首选绝对不会错的了。对但小朋友更想去。是另外想，因为大台南足大。其实阮有统计，大台南伊过年的活动超过50个以上就对啦所以阮就用一个观光的这个行村的网站，已经有网站上大家可以当去查询。不过有挂这个所谓的文青啦如果要做一趟叫做艺术的行村的话有几个景点会当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阮3年办一遍的麻豆糖业大地艺术季要来开始过年期间大家拢会当来参观，所以遮总共53个艺术家创作了60座的这个公共艺术。哇！以阮的总爷艺文中心，包括以曾文熙的题坊等等，所以会当讲是有国内外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像日本的濑户内艺术季小港，阮拢是3档一遍，今年是首展所以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欣赏。另外就是咱的小龙文化园区，而是过去的咖喱糖厂，这个也是100年的糖厂，进入一个国际摄影展，伊迄个所在有超过1000个艺术家参与的一个摄影展，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个摄影作品从早期的日治时期，一直到当代的这些摄影家，所有的作品都在里面，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的。另外是拄仔我大概报告过，咱的这个台南美术馆，伊过年期间拢有开放，这也当讲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美术馆，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些前辈艺术家的作品，
所以过年期间拢会开放，欢迎大家做伙来参观。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我们台南这次的春节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哦。好，那其实呢，如果结合我们观光护照的话，这个优惠会非常的棒哎。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影片哦，这是有关于已经发行第17期的观光护照，它的特色到底在哪里？讲到这本虎翔观光护照出版已经是第17档啊，相当难得。嘛，因为当中配合的单位多年来拢明显感受到上机甲效果，所以除了做出的好康如起人，嘛，互每一档的护照拢至少2万本的发行量。理事长尤义峰表示，今年护照包括美食、饭店、交通、古迹、甲休闲娱乐等等的折扣，起达将近6000块。不过一本维持1000块有走。当中甚至有免费的大饭店、甲餐厅拍对折，甲啦大价价对合。第17期的观光护照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在交通方面的话，有统联、公车还有双层巴士都是5折的啊。另外在住客方面，有好几家饭店都完全是免费的，还供应2份早餐啊。在这个古迹方面，我们有提供2张古迹票啊。在小吃方面，我们也提供100块的免费哈。再来的话，最大的亮点就是那个餐厅，我们有4间餐厅的话，供大家使用，全部都是5折的配合。第17期的观光护照对107年底就开始发行，一直到108年12月31号为止。所以民众在把握机会，不管送礼、自用，拢真适合，而且愈早买愈早享受。若要送外县市的朋友，买当成为行销台南的观光大赛同款。你们如果要买观光护照的话，可以到统联客运、全家超商，还有易游网、易飞网跟雄狮旅行社，现在就可以开始买了，买了就马上可以用。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打观光协会的服务电话来询问。根据了解，过去各县市拢杀观光护照，不过现在只出咱台南各有在发行，嘛，互理事长被称作观光护照之父，成功将台南的观光推展到全国，打响知名度。哇，理事长，其实哦，我们观光护照竟然全台湾只剩下我们台南有哎。对不对？所以可以发行到第17期，真的相当不简单。一定是绝对有伊做好康的所在，所以才可以引民众起手来买嘛，才可以持续发行。所以也请你再继续的介绍一下。咱各位乡亲吼，这个虎城观光护照原底本身就是1档出1期嘛，吼。即马到17期就是17档啊，吼。甲拄仔讲过，饲一个囡仔会话食以咱台南的传统做16岁一定做了一定比大人啊，吼。伫这个虎城观光护照，今仔日会当发行遮久，当然第一来感谢，就是感谢咱各林的这个市长，搁再来咱的各局的这个交通局、观光局甲文化局的局长全力的支持。是。当然伫这个时间上的话食有一项较特别的，我利用遮甲咱乡亲做介绍吼。这届17期的虎城观光护照。伫这个价方面爱特别感谢2个人，一个是这个台南商务会馆的董事长谢文祥，谢文祥是爱感谢伊啥呢？因公司的话食有餐厅，伊提供了港式洋茶，你只要摕这本虎城观光护照去食因的港式洋茶5折，5折。就是伊的定价搁扣1半，唔是讲加价甲来扣，你听我意思吼？就是定价怎样就是对，它原本去年的定价多少？譬如说10块钱，今天就是说5块钱。咱爱特别感谢伊全力的赞助，支持咱台南的这个观光价方面。搁再第2爱感谢的人，就是这个周氏集团周志峰。是。周志峰的话食，伊这届提供3间餐厅，一间这个上海汤包，一间迄个管那个银象餐厅，加一个港式洋茶。只要去甲因食套餐
是共拍5折。哦，是共原价5折，唔是甲你继续去提高，甲要拍倒来。总共有4间餐厅是5折，5折对一间餐厅来讲是负担足大啊。对啊，因为现在这个成本真的是很高。对，绝对不收水，绝对不收水，你们放心。这个我跟那个台南商旅的董事长谢文祥，还有周氏集团的周志峰。就是那个周氏虾卷的董事长，大家都认识他们他们都是亲自签约的，这个是有签约的，所以各位乡亲，你们拿着观光护照去吃的话，放心，不会因为过年而收水，绝对给你们很好的招待。哇，对，所以这个民众真的要把握机会，买一本这个真正会好啦吼。你要去佚佗的话，买一本等于什么物件拢5折啦，做这拢5折啦吼，非常的省钱。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针对这个治安方面，要请假警察局的副局长哈。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会不会就是陆续有举办一些什么防枪演练之类？这个平常应该都会做嘛哈，因为这个是真的要平常有做好这个训练，那万一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很多事情都把它做的就是做得很圆满。好，那这部分我们也请那个副局长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那在春节期间呢，我们当然最重要的防抢防窃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那我们当然每一个分局每一个警察单位都会办理防抢的演练。那这个防抢最主要的有几个用意，第一个就是金融机构安全的检测看看他们的这个警报器或者人脸的警觉性够不够。第二个就是说看案件发生了以后这个员工对于这个歹徒的特征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这个危机的意识来认清这个歹徒的特征。那演练的过程，那当然就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警方也有一些作为就是说在这个春安期间我们会加派警力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单位来驻点希望能够预防防抢的一个案件发生。那另外就是说，副局长，近年来其实这个网络跟这个电话这个诈骗事件很多像我就常常就是如果有在网络购物的话，后面就会陆续接到一些诈骗电话，但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状况，所以我就可以从容的应付。但是有些民众他可能搞不好打个100通电话，就1-2个民众会受骗，所以针对这个反诈骗的部分，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事实上我们在1年当中，在我们台南市诈骗案件发生的件数一共有1728件。那根据我们统计这个诈骗案件最多的类型就假网络的拍卖假网络拍卖是拍卖最多。对，有时候就是说上网购物或是买卖纠纷最多，它变成诈骗的案件。是。第二个是解除分期的诈款。这个付款也就是 ATM 的这个起领或是这个转账，对，都是诈骗集团所应用的一个手段。第三个是假冒名义，这个有增多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猜我是谁打电话来跟人说，阿明你说是啊，我是阿明因为好久不见就用套交钱让你去跟着他附和。然后再跟你借钱或是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会这个一般的民众会误以为你的亲朋好友来跟你掉头寸，对，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人数被骗，所以这些案件的发生目前当然来讲我们在台南市来讲，我们的取缔的件数是在6都第一，我们的防治的效果也是6都第一。那在这边我们也特别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遇到这些诈骗集团，我们希望能够秉持这3个原则：1听2挂3查证，也就是听到电话以后要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如果说他有讲到说ATM 有那个网络或者有那个我是你朋友猜我是谁那这个你就要心里有警觉说我这个可能是诈骗集团，你就是要什么？挂掉电话2挂，就听完话以后立刻挂掉这个电话不要让歹徒掌握到你的情绪。第3那当然是打165歹徒来查证，看这个电话是不是
歹徒，或是说从哪里来的。那如果说掌握这3个原则，我想我们的市民的财产就会有保障。对，所以其实刚副局长你讲到那些电话我都接过，真的。就是有那个网络购物，他说，我们不小心帮你付了12期，然后需要你去操作，然后才能够解除。对，那我当然知道，立马就把它挂掉嘛。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喂，我阿明啦，我说阿明哪一个阿明啊？在上面讲，因为他就会故意用一个很还是说我是阿辉呀，就是那种很比较多的名字那一种，然后让你搞不清楚，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被骗，我们就有些同事有被骗过。对，所以这一方面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这么发达了，所以大家就是说，其实电话都会记录是谁嘛。那你不确认他是谁，他跟你讲这样，你就不要相信他，对，不要随便借钱，真的是这个反诈骗的部分，大家要多多互相提醒啦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这个文化局长哈，大概熊盖基台就是这个过年的那个期间延续过年啊，月经港灯节。那今年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是月经港灯节，事实上，我主持人讲的。是足侪人足期待一个艺术性的这个灯节啦吼。对。这个灯节拄关系下边较近，今年进入了第8届。其实每一届拢非常的精彩。今年伊的特色大概有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伊的水域变宽变大了。阮水利局非常斗相共，帮忙做清淤，所以原底宽度35米，今拢变差不多要50米。所以整个水域都变宽了作品在水域上面会更漂亮、更精彩。第二个特色就是讲，那个作品哇，拢变啊非常的巨大，对啦譬如讲每一个作品，有的作品是24米宽宽度有8米所以那个作品拢非常的大。所以今年有32件非常大的这个作品。有的是一件足大件，有的是整组的作品所以今年的作品非常的精彩。第3个特色就是讲，今年有2件作品叫剧场式的创作，对啦。什么叫剧场式的创作？就是讲有一件是咱3年前有法国的艺术家来创作的灯管人的作品，伊时阵非常轰动。伊今年特别而来，特别来就是伊用灯管人创作了一个剧团的表演，而是一个变的演出，以咱的水域对啦吼。这是因最新的创作在台湾在盐水首发对啦吼，在世界会当讲因世界各国拢有在做展览所以这次特别来因上新的作品，以咱的月津港来做展出。另外第2件作品是咱在地这个艺术家周定贤老师。伊这几档从全世界足侪国家拢有这个合作的作品，伊前几档嘛拢以101大楼来做这个烟火秀的表演了，对了吼。所以今年特别伊用40颗非常巨大的镜球，加上大概有60盏的这种不同的灯饰，加上水雾，就是讲咱咧看迄个水幕电影相共，有水雾，加上动画，创作的一个叫做《镜花水月》的一个作品。总共长度100米，宽50米，所以这东西属于剧场式的一个作品了，对。这过去前7届拢唔捌有这种作品，所以这次咱这届月津港灯节有这2件非常壮观的作品。这个月津港灯节竟被很多的媒体都誉称为叫做夜之美术馆、夜晚的美术馆所以从热市长开始非常重视这个活动嘛。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口碑黄市长上任之后，前2礼拜嘛要求文化局做专栏的报告黄市长嘛非常重视这个月津港灯节的这个活动所以我正摕到的这个相片，其实拢是目前试灯的这个状况，所以每一件作品拢非常水，所以真足侪这个朋友拢偷偷已经去看去翕相po在自己的 FB 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想。2月初2到3月初3是月津港灯节活动期间欢迎民众随时都可以去参观。周边还有我们农业局所布置的2公顷半的这个花海，所以白天可以看花海，晚上可以看灯节，所以这是大家都不能够错过的过年期间一定要去参观的月津港灯节。
哇，我们的月经港灯节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一般呢，咱伫台湾吼，其他的所在所办的这个灯展吼，拢是讲，今年的生肖是啥物？比如说是猪嘛，它就会有这个猪的花灯，然后以这个为主题。但是我们的充满了艺术的气息，而且每年都不一样，真的大家要把握机会哦，去观赏。好，那讲到这个呢，其实我们每一年月经港灯节真的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那这个交通问题哦，大家就非常的关心。那我们请副局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月经港灯节哈已经远近驰名了哈，尤其我们今年的春节的假期有9天，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又有228，所以它的假期非常长哈。那我们市政府哈针对于这个的整个的运输哈，那我们有大概规划了我们的整个除了中干线之外，我们的中1、中2、中3还有我们公路客运。7405有5条哈，那每一天我们大概是有120个班次。那我们就是也会加开我们从新营火车站到我们盐水灯区的一个加班车哈，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利哈。那另外就是在盐水风炮哈，因为它是元宵节的当天哈。那所以我们配合我们的一个整个绕境的一个活动，我们大概在下午3点钟哈之后，我们就没办法进入管制区了，所以我们会弹性的一个调整哈。那为了配合大家可以去赏风炮哈，所以我们当天哈我们会加班到晚上12点，所以如果去赏风炮的民众不用怕说搭不到车哈。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的灯区或者是我们的风炮的一个绕境的一个范围哈，那我们也规划了一个徒步区哈。那我们的徒步区在行昌路、桥南街还有康乐路这个地方哈，我们在灯节这个地方哈。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我们是做一个管制哈，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比较悠闲安全的一个逛灯区啊。那盐水风炮的部分，我们会在武庙以西三福路以东北还有北门路以南的区域我们会作为2月19号的那一天会做一个管制那会从早上的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11点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开车了尽量搭乘我们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可以免找车位或是塞车之苦。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大众运输系统非常的发达，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 APP 啊，这个都非常的准，然后很棒，很好用，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开车给他踏车水停车位你得干嘛讲哇，贵你做忝呢？那这样子可以轻轻松松好好的去玩。好，那我们是不是也请那个我们观光协会呢，以观光协会的立场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从春节到元宵怎么样去安排规划，玩一个好玩的年呢？当然，最简单的模式就是拿一本府城观光护照，在台南自由行。是，如果你还有困难的话，我们这一次台南市观光协会为了配合台南市政府的观光文化行销，所以我们也有规划一些服务，就是帮你规划与建议。你如果来到台南玩的话，你是外地的，对台南不够了解，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些规划，或是说你某些事物的话不晓得做决定，要去那个古迹，还是要去景点，我们会做一些建议，哪条路线要搭哪条车子，这样的话你比较方便。你总不能说我要去美术馆搭去市潮。对不对？这些部分的话，应该是要由我们观光协会来做服务。公家单位可能在这方面比较困难。所以在行程的规划跟建议，可以来找我们观光协会。我们观光协会的电话是0623555818，0623555818。谢谢。对，所以其实除了外地的以外，咱这些观众朋友那是讲要为平常家己开车，该这起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其实他们就也需要你们的服务咯，嘛是感恩服务啦是好，非常感谢。那咱第一节目的最后咱就请4位来宾就咱今仔日这个春节怎么样过一个好玩呢？然后安全、交通顺畅的年来做一个结论，顺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拜个早年。那我们先请文化局长。是。台南好行村，台南绝对是行村上好的首选的一个城市。阮目前已经有整合到台南区所有过年的活动，不管是宗教的行村，还是讲
艺文的行村，是风景区的行村，拢有你可以直接上台南市政府的官网，我们有一个台南行村的网站，内底有各区域各个空间包括时间它的交通等等，我们都有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包括内底包括1日游、2日游、3日游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啦吼，所以邀请大家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到台南来走春，祝福大家新的一当拢会当诸事顺意来年更加的精彩。好，谢谢局长。接下来我们请警察局的李副局长。春节期间，同重要的就是交通安全、行车平安。那警察局警方也有一些的规划措施、防治的措施，特别在提醒用路人。好，第一个，我们会加强交通岗的一个编排希望在复杂的交通路段来交通指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利用大数据来处理分析交通事故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第三个，我们都会配合连线警广，还有在地的17家电台对于交通路况的报道会连线来跟市民联系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目前我们台南市的交通路况。当然，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也成立了交通快畅的部队，希望有交通事故的话，我们能够很快的到达现场，排除交通阻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强调，交通违规我们轻微的会劝导，但是很严重违规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我们还是会取缔。希望用路人能够尊重其他用路人的使用。最后，我会祝福我们这个春节，我们台湾市民平安快乐过好年。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交通局的熊副局长。好，过年期间人多车多那每一年很多人到台南来过年那为了避免塞车之苦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我们除了我们的6大干线、72条支线总共有112条的路线那刚刚节目中也大概有介绍过我们的双层巴士、我们的观光巡回公车，还有我们的台湾好行有3条路线那再加上我们的 T-Bike 所以由台南最好的就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然后再骑我们的 T-Bike 那又可以省掉找车塞车的一个困扰所以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好，谢谢。最后邀请观光协会的尤理事长。这一次过年，台南市政府跟民间全力的结合，来推展过年的文化观光。我个人的想法与看法，过去有很多人告诉我一句话所以过年时间上过短，无法度来恁台南佚佗。我告诉各位，今年的过年时间很长，如果你没有来台南旅游过年的话，你一生是最大的遗憾。好，谢谢。好，咱今仔日再次感谢4位来宾到节目当中，咱嘛祝福咱所有观众朋友呢，金猪年行大运，市民时下节目，大家各一段落，咱再会。